蔡政府的期中考，即便2018年的选举，真侪人讲是蔡政府的期中考，这是有道理的啦。美国今年选举，人嘛讲是川普的期中考，安尼咱就来看蔡政府的期中考成绩单。头先来讲第一张成绩单，就是军公告18%的改革，以后社会国家层较公平，和世代之间较公平，这是非常好的成绩单。不过因为拖伤久，和799个军方烈士成群结党四处去惹事抗议，真是个人怨。加在蔡政府意志坚定，交出这张好的成绩单，应该给伊90分。第二张就是清算国民党党产的成绩单，迄个律师头人骹手买掠，真紧就甲国民党甲伊的附属组织的财产拢冻结起来。安怎是冻结？毋是收入国库，因为国民党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告诉，结果拢是判国民党赢，党产就安尼冻结。蔡政府袂当甲伊拍落讲，国民党嘛袂使使用。国民党执政数十年，伊的意业占领台湾各机关甲法院，虽然选举失败，又是死抓活尾溜，伫司法界甲蔡政府对抗。不过这边的选举无党产通好赢，各党竞选就有公平的基础，安尼嘛是蔡政府后蛮好的成绩单。第三张是转型正义，这是世界各国对独裁行来到民主，拢一定爱做的大工事。蔡政府嘛是伫执政第2年才成立促转会去做，想袂到副主委一句当抢，却惹起国民党的全面抗议，插较恶人，嘛有主委、副主委两人双双落台，这实在无天理。副主委甲促转会比做当抢，迄是中国500年前的老古董，现代人感受袂到伊的恐怖，应该用现代机关才对。伊若甲促转会比做警备总部，咱台湾人就感受会到。国民党嘛毋敢甲因的警备总部明日摕来念瓜决。现主时促转会气势已经消风一半，蔡政府毋知迟时才会当交出成绩单，因为文章袂当伤长，别项成绩就袂当阁写。毋过有一项工课，伊无伫蔡政府的成绩单，却是我心肝头上界要义的，迄就是甲阿扁的特写。我甲一寡老台湾人原本的期待是，蔡政府上台迄一天，就甲阿扁的特写，甲阿舅扣起来，想袂到2年外咯，阿舅还伫外面拍拍走，阿扁也是受蔡政府的凌迟，唉。